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说58页的，就是第二段的地方。那之前呢，就是提说呢，根线前呢分类有5，就提到说直射根线前、直深根线前、直相根线前、直位根线前，还有直出根线前这5种。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到说它的性相。那这边呢就提到说，依次之不共真上缘、眼根及所缘缘色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之。那这个呢是直射根线前的性相。然后后面提到说呢，其他四者的性相呢，以此类推。那讲到以此类推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同样的理路。那因为我们现在刚学没多久呢，所以我们就把它一一的带入。那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这边讲到说直射的根线时候呢，那第一个就提到说它的不共真缘呢是什么呢？就是提到说是我们5根里面的色根，所以它的不共的真上缘呢是属于眼根。那它的所缘缘是呢，它的所缘缘是在法是属于色处的部分，所以提到说它的所缘缘呢是色。那透由就是不共的真上缘眼根，然后它的所缘缘呢色呢所产生的，然后是具备2个条件。那第一个呢就是离分别，然后第二个呢是不错乱的这种了知呢，那它就是直射根线前的性相。那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呢，因为呢它是透由不共的真上缘眼根所产生的呢，所以呢它是属于眼知。那因为呢它的所缘缘是色的缘故呢，所以它是直射的根知。那这个呢就是上一堂课呢，我们最主要讲的呢，就是最主要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就提到说，它又具备了就是离分别，然后而且呢，要是不错乱的了知。那我们举一个事项来说的话呢，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那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直蓝色的这个眼知。那直蓝色的眼知呢，它本身呢就是属于直射根线前。为什么呢？因为直蓝色的眼知呢，它的不共的真上缘呢，它不共的因是什么呢？就是眼根。就是这个直蓝色的眼知呢，它是看到它所显现的就是最初分的这个色。那它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初分的色呢？它能够看到这个初分色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眼根的作用，所以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共的因呢，不共的真上缘呢是属于眼根。那第二个呢，就是所缘缘是色，依着所缘缘是色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这个直蓝色的眼知呢，它显的呢是蓝色的，它显现出来的这个色呢，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颜色呢是蓝色的。所以呢，这就提到说呢，它主要的所缘缘呢，就它所缘到的东西，它所能够显现的呢是这个蓝色。所以它具备了呢，第一个依它的不共的真上缘呢就是眼根，然后它的所缘缘呢是蓝色。然后有了这2点之后呢，然后它是一个具备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那怎么样能够说它是不错乱的呢？因为它所显现的这个蓝色呢，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是的，它所显现的这个蓝色呢，是正确无误存在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说呢，这个直蓝色的这个眼知呢，就是直射根线前。那同样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性相里面呢，然后去分析到说这边呢，就是下部中就是经部中还有一切有部呢，它跟上部中唯识和中观中呢，就是他们程序不同的地方。就是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讲到说，你要是这个直射根线前的性相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你要具备不共的因呢，就是所谓的眼根。所以我们知道说，眼根呢是属于它的因。那同样的呢，它的所缘缘呢就是色，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境呢，这个外境呢，色呢也是它的因。所以呢，对一切有部还有说经部中来说的话呢，色呢是直射根线前的因。那如果说提到色跟直射根线前呢，那色是直射根线前的因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呢，这个它的外境就是这个色能取的色呢，跟能缘就是所取就是这个境和有境呢，它的有境呢，就是直射根线前呢，它们2者呢是直相异的，就是我们提到说直相依还有直相异，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它们是程序直呢是相异的，就是所谓呢，就是能取的境跟所取的这个了知呢，这个心事呢，它们彼此之间呢是直相异的。那程序了这一点之后呢，表示什么呢？当你程序说就是外境和它的
它的所知，它的有境，就是外境和它的有境，就是能够证了它的这个心事呢，彼此是直相异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他们承许呢是外境呢是存在的，所以一切有部跟经部中，他们承许外境存在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能取和所取二者呢，他们是直相异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承许外境是存在的。那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下部中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在佛陀三转法轮里面的初转法轮，就是他们所有的见解，就是一切有部跟经部中所有见解最主要依据呢，乃至于说他们对于四谛还有二谛的安立呢，全部都是依照着佛陀的初转法轮里面呢去安立的。因为在初转法轮里面有提到说呢，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所以他们承许自性成立，而且承许一切法自性成立，而且呢承许呢就是能源的心呢跟它的外境二者呢是外境成立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是直相异的缘故呢，然后由此来成立，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中义呢所承许一个最主要的地方。那他们的依据呢就是在于初转法轮。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边呢这样看到说，一切有部呢跟经部中承许说呢，色呢是直色根现前的所缘缘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呢，色跟直色根现前二者呢是因果的关系，所以呢色是因果，那直色根现前色呢是因，那直色根现前呢是果。那因为他们二者是因果的关系呢，说他们的值呢是相异的。那这一点呢就是跟唯识中呢最大的不同，因为唯识中呢它是完全不承许外境的，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如果说你承许直相异的时候呢，就是能取跟所取二者是直相异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承许的是外境，所以呢对于这一点来说呢，唯识中呢是不承许的，因为它不承许呢色呢是直色根现前的所缘缘，同样的它也不承许呢蓝色呢是直蓝色眼知的所缘缘，因为它不承许说这两者是因果。因为之前我们就有讲到说呢，直色根现前或者说直蓝色的眼知呢，它是怎么的产生的呢？它是因为坚固习气呢，它是透过坚固的习气所产生的了知，它并不是有一个外境在那边，然后先有了外境之后，然后透由你的眼知去看之后，然后透由你的眼知去看之后才产生的这个眼知，并不是的，它是承许说能取跟所取二者呢，它之间不是直相异的，它是直相依的，它的直是一的，所以呢，它并不会承许说，因为在这边就提到说，唯识中它最主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能取跟所取，所取讲的是境嘛，然后能取讲的是这个直取外境的这个心，那能取所取的境呢，跟能取的这个心呢，那对于一切有部跟经部中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承许是直相异的，所以呢，他会讲说，就是当直色的根现前升起的时候呢，或直色眼知升起的时候呢，它是不需要关带外境的，因为那个外境好像是本来就在那边，因为先有了这个外境之后呢，然后你的眼睛去看之后才产生了这个直色的眼知，所以它本身是不需要关带外境的，因为外境本身就已经成立在那边，经过它成立在那边之后呢，你的眼睛去看了之后才产生了这个眼知。但是对于唯识中来说呢，它并不承许这样子，它并不承许说先有了这个外境，那因为有了这个外境之后，有了这个自性的外境之后呢，然后你才有一个眼知去看，造成说外境跟眼知之间彼此呢是不需要关带的，反正外境本来就有的，它是因，先有了这个因之后，透由你的眼睛去看之后才产生的这个眼知，它并不承许这样子，所以他会讲说，能取跟所取呢，它是二取空，也就是说呢，它承许能取跟所取呢，它的直相异这一点呢是空的，能取所取直相异这一点是空的，也就是所谓的能取所取二取空，所以它并不承许外境的成立。那唯识中呢，它成立这一点最主要呢是在三转法轮的第三转法轮里面，它所依据的呢是三转法轮。那同样的呢，在讲述七部量论呢，在讲述就是唯识中见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透由这个能取所取二取空的这一点呢，去解释唯识中的见解。
那这边呢，就是能取所取二取空的这一点呢，来解释唯识中的见解。但是呢，就是汉系的经典里面，就是流传比较广的呢，像是解深密经。那以解深密经来讲述的时候呢，它在解释唯识中的见解的时候呢，它并不是透由这个能取所取二取空，应该说它不仅仅是只讲一个，它讲述了两种，就是它在安立唯识中的细分的法无我的时候呢，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提到说色为色之身所去入的去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呢，是唯识中它最主要的法无我，细分的法无我。那同样的，它也是承许说能取所取二取空这一点，但是它在阐述就是解释密经主要阐释唯识中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到说，就是说色为色之身所去入的去入之向成立空的这一点，它主要是以这个角度呢，在诠释唯识中的见解。那在这解释密经呢，它同样呢也是出自于三转法轮，它也是归属在三转法轮里面。那在三转法轮里面，就是解释密经呢，它其实有很多品。那最主要讲述唯识中见解的呢，就是在圣义生请问品的这一品里面。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光看这个性相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呢，就是第一个呢，它是要依自之不共真上缘呢，就是比如说像是现在讲的直摄跟现前的话呢，就是五根随里面，那现在讲的是直摄跟现前，就是它的不共真上缘眼根以及它的所缘缘呢色所生的，然后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那从这边呢，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下部中就是经部有部呢跟应成派之间的差别。虽然说呢，应成派呢它也是承许外境的，那我们透由就是色是所缘的这一点呢，就可以了知到说呢，就是下部中是承许外境的。那同样呢，应成派也是承许外境，但是它承许外境的方式呢，又跟下部中承许的方式不同。那同样的呢，再看到说就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这一点呢，那它把它放为是。主要是放为现前的这个性相。那在这边呢，就是提到说离分别这一点呢，那这和应成的程序是一样的。但是讲到说离分别且不错乱的时候呢，那这个呢跟应成的程序呢又稍微有一些不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已经讲完了，就是直摄跟现前的性相。那同样呢，直身的跟现前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把它一一的带入的话呢，就是当它依自之不共真上缘呢，就是耳根，那它的所缘缘呢是身，然后所升起的以离分别而且不错乱的了知呢，它就是直身跟现前的性相。那我们知道说后面呢就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这是属于现前的性相。所以我们在以此类推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看前面。所以我们如果把眼根呢代替为鼻根的话呢，就提到说依之自之不共真上缘鼻根。那鼻根呢，它最主要去领受的，或者说它最主要去了知的境呢，就它的所缘缘呢是香，所以呢就提到说依之自之不共真上缘鼻根。及所缘缘相所生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那这个就是直相的根现前。那同样的呢，就是后面的直位根现前跟直处根现前呢，就是把眼根呢转为舌根跟身根。那所缘缘色呢改成为何处的话呢，那就是这所谓五种根现前的性相了。那我们这边呢，再讲述一下呢，就是那透过这个性相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就是下部中它在成立说，就是无色界投身到欲界或是色界，或是欲界和色界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因为欲界跟色界呢，它都是具备色身的缘故呢，所以这两者比较没有问题。那差别就在说，像是欲界还有色界的有情呢，它往生之后，如果是要投身到无色界去的话呢，那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知道说，就是当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经历了实有，那实有结束之后呢，就是进入中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中阴身。那中阴身结束，中有结束之后呢，才会进入身有。那不过呢，就是因为无色界它没有色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无色界。那欲界跟色界的有情呢，它是具色身，所以欲界跟色界的有情呢，它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经过中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中阴身呢，它是具备五根的，它是五根完全都具备的。但是呢，无色界因为没有色的缘故呢，所以
在投身欲界跟色界有情，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因为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五根。因为我们提到说它的不共生上缘是具色根嘛，那既然说连色都没有的话，它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具色根。所以呢，色界还有欲界的有情，在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呢，是没有中阴身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就是当无色界的有情呢，它要投身到欲界或者说色界的时候呢，是要经过中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无色界的有情呢，它经历了实有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是要经过中有，然后才有办法投身到欲界和色界。但是呢，它投身到中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它投身到欲界好了，那它投身到欲界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说中阴身它是具备五根的，但是无色界的有情投身到欲界的中有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它是不具备五根，然后也没有所谓根识。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说他要放，就是他的第一刹那，他投身到欲界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安立他的色根的话呢，就表示说他要有一个不共的真上缘眼根，然后他的所缘缘色。那他既然是从无色界投身到欲界的第一刹那的话，那他的因就变成是无色界了。所以他在无色界，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安立根知或者说是眼根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他在无色界呢是具备色的，因为他的所缘缘是要是色嘛。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无色界的有情投身到欲界的时候的第一刹那的那个中阴身呢，是没有根知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讨论到说，就是从无色界呢投身到欲界或是色界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第一刹那它是没有所谓的根知，但是呢，它是有五根的。因为我们会讲到说，中阴身一定是具备五根，所以它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它已经具备了五根，但是它没有根知。为什么没有根知呢？就像刚根知的话呢，它一定要有所缘是色。那它的所缘缘既然是它因的话呢，就表示说它的这个因呢，这个色法呢，在无色界上是存在的，所以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它的第一刹那呢是不具备根知。那这时候呢，就会有人怀疑到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它又是具备，因为提到说，你只要是欲界跟色界的中阴身的话，一定是五根具备的话，那就表示说，那这个中阴身的有情呢，从无色界投身到欲界第一刹那的这个中阴身的这个有情呢，它是具备五根的。那既然是五根的话呢，那它五根的进取因在哪里呢？因为如果说它五根进取因呢，因为我们已经讲说，它的进取因如果是在无色界的话，那这个五根的进取也是要无色界，但是无色界没有色啊，那是不是变成说它的五根的进取因就不见了呢？那这时候就回答说，它还是有进取因的，但是它的进取因呢，也不是色。那它的进取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无色界，它在无色界就是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实有，然后要转生到欲界中有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色的这个种子呢是存在的。那所以就会讲说呢，它的色根的因呢是无色界的这个色的种子，然后并不会放色法。那所以呢，这边呢，这个辩论呢，最主要，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辩论题呢，主要就会提到说，其实一切的无为法呢，我们会承袭到说，所有的无为法，或是说，所有的有为法，或者说无常法，所有的有为法和无常法呢，它是一定具有缘的，它一定是有这个具有缘，但是呢，它呢，或者说我们讲它一定有进取因。它一定是有进取因的，抱歉刚刚讲错，就是一切的无常法呢，还有说是有为法呢，它一定是有进取因，但是一切的无常法跟有为法呢，它不一定是进取因，主要是讲到这个，就是它一定有进取因，但是它不一定是进取因。那会讲到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它不一定是进取因呢？那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想要说就是酥油灯的最后一刹那。那酥油灯的最后一刹那呢，它并不是进取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相续的果的缘故，所以它不可能成为进取因。但是所有的无常法类和
有为法呢，它是一定有进取因，但是它不一定是进取因，就是有这样的差别。那我们今天上课呢，就先上到这边。